这里报道呢。我叫我是你单位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讲阮的单位，咱唔使去这里去提资料。好，早安，哦，马到信你看到。孔孟圣道，早安。很庄严。早期还有佛像，这好像最近才更新的。你看，济公活死了。济公活。佛性附在那个三彩天地3处身上，写出了很毛笔字，有的还要画，圣训还从歌词后，我怎么就跟你去上课的地方一样。